敬拜的时间已经到吼，请走岗。恁着感谢耶和华，求叫伊的名，伫万百姓的中间保养伊的所做，着伊来吟诗，伊唱歌学乐，谈论伊一切奇妙的所行，着因为伊的性命来夸口，找耶和华的人心内着欢喜，着找求耶和华甲伊的权能，常常找见伊的面，咱三甲来学乐圣诗第113首。我来调记伊，救赎我的主。会将车起立。我来调记你，救赎我的主，我为耶和华将你莫救主。受过他，按一切花路，由你来讨报。你就是主，你尊殿的君王，应全能的你，万民所尊重。心将好，愿主你顺天，我更来救我。你就是我命，我对你心中救世恩惠，加令你所。完全的温顺，因为来天主赞美甲痛苦，你想说我丰盛的恩惠，你完全合意。
河海来徛去，拄起你，我把为梦嘛，主你有缘，我所信无坎坷，有主万兵啊，主在甲确实，为你的亏啊，我愿愿心。咱犹原徛咧三角来信仰个别，咱台湾基督长老教会信仰的个别，请。愿信上帝，创造统治人甲万物的独一真神，伊是历史甲世界的主，施行审判甲拯救。伊的囝对圣神投胎，对在世女玛利亚出世做人，做咱的兄弟，就是人类的救主耶稣基督。对伊的受苦，顶十字架死活活，显明上帝的仁爱甲公义，互咱甲上帝和好。伊的神就是圣神，踮伫咱中间，赏赐馈咱，互咱伫万百姓中做见证，直到主过来。阮信圣经是上帝所启示的，记载伊的救赎，做阮信仰甲生活的准则。阮信教会是上帝百姓的团契，受调来宣扬耶稣基督的拯救，做和解的使者，是普世的，搁定根伫本地，认同所有的子民，通过听甲受苦来成做望的记号。阮信人对上帝的恩典来悔改，罪得赦免，用虔诚、仁爱甲献身的生活归荣光上帝。阮信上帝互人有尊严、才能甲乡土。求主你保守因的脚步，互因出入拢得到平安。阮也要为着心内悲伤的人，求你安慰因，互因日日拢得到喜乐。阮安尼恳求感谢，拢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尊名求。圣经咱请老民就即事。咱三甲内领受上帝的话，记载伫民数记14章1到10节，和本180页，内语汉语本157页。民数记14章1到10节，第一节，会众叫出大声嚎叫，迄暝百姓拢啼哭。以色列人哀怨摩西、亚伦，会众对因讲：毋捌你阮死伫埃及地，毋捌你阮死伫即旷野。耶和华圣父带阮到即所在，互阮倒入倒下啊！阮的某甲囝受掠，转去埃及地，敢无较好啊？因三甲讲：咱着立一个首领，转去埃及。第5节，摩西、亚伦就拍落伫以色列全会众人的面前，偷看地人中间，伦的囝约书亚甲亚夫尼的囝加列拆离因的衫，对以色列全会讲：阮所经过偷看地，地是极好的地。耶和华若欢喜咱，就会带
咱到迄个地，将地相属咱。迄个地是老年甲灭的地，总是恁毋通违反耶和华，也无去惊迄所在的百姓，因为因是做咱的食物。佮庇荫因的已经离开因，佮有耶和华甲咱伫地，毋免惊因的作战，总是全会讲用石头浸死因。耶和华的阳光伫会幕以色列人出现，愿主赐福听伊的话，佮去行的人。赞美咱请上联团客，会今仔要入的诗是咱上大的瓦课。
这时正道，咱请教会大金军传道，伊今仔要讲的题目是面对抗压，袂落啊无？咱同心来祈祷，请阮主，阮知你是阮上大的瓦靠，阮将规个礼拜交托伫主你的面前，也感谢你带领阮每一个人，搁一摆来到你的面前。主啊，求你开阮的心，阮的目睭，阮的耳孔，互信心的灵运行伫阮的中间，互上帝亲自来。迄是咱主，阮将下面分享交代伫主你的手中，由主带领，祈祷是靠主耶稣的名，阿门。各位兄弟，大家平安。今仔日要甲大家分享的这段经文是伫咧暑假的时阵，我带青年去花莲的福音队的时阵，因所演的一个民数记13章的时阵，我发现到这段经文其实足丰富的，其实足趣味的，所以今仔日来甲大家分享，就是伫咧面对抗压的时阵，咱会使想讲，咱大家应该有爬山的经验。当咱去爬山的时阵，咱若迷路啊，咱要安怎？咱是要向左走，还是要向右走？当咱去爬山的时阵，咱若迷路的时阵，咱可能会跟对一个我这条路的人，有捌行过的人，跟对伊，就照伊的路来行。但是有时阵，就算伊捌行过，伫咧山里，倒一条路看起来拢是要共，总是嘛是会迷路。所以，大家人会使想象，伫这个抗压中面对抗压是真容易迷路的一件代志。今仔日所描写的这段经文，嘛是伫咧抗压中，咱会使看出，伫咧抗压中，因开始思考，讲这个抗压到底是，互咱毋茫的道路，莫用毋茫的道路，还是伫咧抗压中，其实上帝已经无伫咧啊，上帝已经甲咱放下，所以因就有两种无共款的声音。因开始埋怨上帝，开始思考上帝你到底伫倒，哪会互阮面对抗压？虽然你带阮出埃及，但是阮即摆哪会阁爱经历过抗压？所以今仔日这段经文就描写两种无共款的声音。咱会使看到一种声音是感觉伫咧抗压的时阵，哪亲像真黑暗，真像互人放煞共款。而这种放煞，就出现了，因无信任上帝，所以就开始埋怨，开始纷争，想讲要转去到埃及，安尼才有毋茫，想讲要转去到以前的生活，有虽然是努力的生活，但是真有安全，佫会使食物件，所以因开始就埋怨上帝讲，那不如互阮死伫咧埃及。不如实在，互阮死伫咧抗压遮。要我为虾米带阮到这个所在，阮会无较赢？就是阮会倒转去埃及，是毋是较好？所以伊伫遮质问上帝，互阮倒转去埃及，敢毋是较好？后来就看到遮的人民提出一个诉求。咱着设立一个手领，转去埃及。所以伫遮看到的是，遮人想要倒转去埃及，因为因认为抗压是死亡是真艰苦的，可能比做奴隶更加艰苦。但是另外两个人有无共款的声音，咱会看到，因有毋茫信靠上帝，伫艰苦的时。坚持相信上帝的带领是迈向美好的土地，所以伫遮经文描写的是约书亚甲迦勒，伊拆破家己的衫，伊心内真艰苦，但是伊相信，这个抗压
是上帝要引带咱到极美的所在，是上帝要引带咱到应允的所在，迄个牛奶与蜜的所在。所以因着相信上帝，因为因看过迄个地，因为因捌探看迄个地是极好的地，上主若欢喜，就会带因到迄个所在。但是这只有少数人知影，就是因为只有少数人看过这个地，就是约书亚甲迦勒。所以伫遮，当伊安尼甲人民讲的时阵，人民煞无相信伊，所以伊就甲人民讲：上主若欢喜，上主若甲伊相甲伫地，就会带因去迄个极美的所在，就会带伊到迄个应允的地。所以希望咱毋免惊遐，莫背叛上帝，爱相信上帝，甲咱相甲伫地。所以伫遮咱看到的是，只有两种无共款的声音，一种是面对曠野的时阵，因的想象只有伫旷野是死亡，也是倒去做奴的奴隶。因的想象只有伫这两个选择中做一个选择。但是咱看到的是迦勒，伊相信上帝会带因到未来的土地，迄个土地伫未来，因捌看见迄个土地真水。但是咱伫遮看到这段经文，只有少数人的以色列人体会到，面对旷野，这是上帝要带因经过迄个应允的道路，必须要经过的道路。若无经过这个道路，若无经过旷野，就无法度到迄个应允的地。但是咱看到这段经文，最后描写的是人民想要用石头甲约书亚、迦勒砍死。所以咱看到面对这两种足无共款的声音，咱继续来看这段经文，伊所描写的是有倚靠上帝，甲无倚靠上帝的声。咱先来看迄个坦纳，有信心的坦纳，可以放到下一页吗？有信心的坦纳，咱会使看到这段经文写的是约书亚甲迦勒勇敢来冒险，伊相信上帝带领因去到迄个所在。虽然因是少数，但是因煞帮赞以色列人的性命因煞。但是另外一方面，咱看到惊吓的坦纳，伊无倚靠上帝的能力，无相信上帝的信息会带因入去迄个所在。咱会使看到13章的32节到33节，有描写这个坦纳所有的以色列人散布伫迄个所在所看到的歹消息，伊以色列人报歹消息，互以色列人真惊吓。因报迄无正确的消息，因甲因讲，迄个所在有真侪巨人，伫咱的眼中，咱就若亲像蚱蜢一样，所以迄个所在真恐怖。所以才有两种无共款的声音，白白是去探查迄个所在，但是坦纳转来讲的是无共款的声音。所以人民的反应就反映出两种无共款的声音，有一种是有信心，有一种是无信心。咱若搁看落去，这段经文所描写的个真大的对比，咱会使看到无信心的人民，圣经安怎甲因描写？圣经讲，虽然你捌看过我带你伫埃及，搁伫旷野行新野，就是伫旷野中，上帝有手赐玛纳互因，但是因虽然看过我行的新野，看过上帝所行的新野，还搁试探我10摆，遵探上帝的话，伊绝对袂得到看到我对因祖先所应允的迄个地。所有我
所有看青蛙的人，拢袂当看到。所以咱看到有一寡人是看轻这土地的人，但是另外一寡人就是加勒伊经文描写，独独伊专心追求军队上帝，完全军队上帝，因为伊有另外一个心智，迄个心智就代表是一个新的人，所以伊会带加勒去到迄个应允的所在。所以伫遮咱会使看到，一种是有信心的人，一种是无信心的人，一种是看轻土地的人，一种是上帝会带因到应允迄个所在。加勒因为完全军队上帝，伊毋是藐视上帝，伊无看轻上帝，互伊面对即个旷野，伊对即个旷野中，伫即个旷野中，伊保持望。伊倚靠上帝，甲伊三角伫地，伊来冒险来进入到迄个应允的所在。即段经文咱若搁继续看过，其实搁较清楚的描写是有人去互人看轻，有人看轻别人。大部分的人其实拢看轻约书亚甲加勒。经文搁描写的是，伊所描写的是只有你的儿女。才有法着你进入去迄个应允的所在。经文所描写的是，只有你的20岁以后的囝，才有法着进入到迄个所在。所以伫遮，互人看轻的人，煞得到土地；看轻人的，煞死一个旷野中。所以伫遮，咱会使看到两种的对比：无权利的人，无法着发挥作用。但是，这完全软假的少年人世代，却是得到土地。另外一部分人，伊煞死伫个土地，因为伊无愿意承认家己的软假，无愿意相信上帝，无愿意互以色列的人倚靠上帝。因虽然经过上帝伫旷野中有手赐玛纳互因，但是伊想要将掌控，就是像出埃及所描写的，有一寡人想要囤积食物，收据玛纳，结果是腐败发酸。所以伫遮咱会使看到，互人看轻的人，颠倒是得到土地。煞遮咱阁看到即段经文，伫咧40节的左右，阁较清楚的描写，后来遮个人悔改，想要倒转去上应允的所在，但是上帝伫遮指出已经袂赴啊，因为你背叛上帝，无军队上帝，耶和华就无甲你三角伫地。所以伫遮咱会使看到，有一个人伊背叛上帝，虽然伊承认家己的罪，但是上帝并无接纳伊的悔改。所以伫遮因着像经文描写的，因着倒伫咧旷野。所以伫遮经文真清楚的描写，即个应允需要的是久长的倚靠上帝，毋是一时仔的决心。所以伫遮咱搁再思考即个故事，伫旷野中，咱是毋是有感受到上帝敢有伫地？咱看到即节经文所描写的是，人民面对即个旷野，伊是埋怨，是惊吓，想要背叛上帝，倒转去奴隶的生活。因为伊的想法只有现在甲过去的经验，因认为现在的旷野是死亡，过去的奴隶生活虽然真艰苦，但是可能较安全，阁会使生活。但是加勒所看到是，迄个土地是伫咧未来，迄个愿望是伫咧未来，上帝会带伊去到迄个应允的所在。因为伊捌看过迄个所在，伊捌做摊仔到遐，知影迄个是牛奶与蜜的所在。所以伫遮咱就看到，即段经文所描写的是，土地最后是软弱的人得到土地。咱搁来思考，伫旷野的生活，
上帝到底是安怎来带领遮个人，互因迈向有土地的所在？上帝伫旷野中的同在，就是咱玛纳共款，总是互人会使活落来，但是无滴到过济。上帝的手势就敢若玛纳一样，上帝的同在就是伫个旷野中降下玛纳，迄阵是共款，是出自上帝的信息，毋是人完全会使看起甲掌握。有的人若想要收据玛纳，最后就是腐败生虫。所以这段故事，伊描写的是两种无共款的声音，一种是我靠上帝，一种无我靠上帝；一种有信心，一种无信心；一种看轻上帝，一种无看轻上帝。咱若搁看落去，这段经文，摩西的角色，伊是咧祈祷，伊祈祷上帝，照伊所讲的来做，赦免因，互伊帮助伊会使到伫迄个应允的所在。所以伫遮咱会使看到，其实上帝一直拢三角伫地，上帝的介入就是甲伊同在的证据。但是上帝甲人同在，毋是一个必然的保障，就是讲上帝的确信，我一直是保障伊即个族群，再继续延续落去。就是说，上帝的同在不是要确保这一切延续下去，而是要断开过去，也就是到了一个新的阶段。我们可以翻到下一页吗？谢谢。我们可以看到，在这段经文，上帝的同在不是要确保它可以延续下去，而就像是要断开过去，也就是讲，这个旷野中上帝甲因同在，但是上帝是同在，毋是保证伊一定无拄着困难，是要互伊一个新的开始，帮助人对死亡中看到生命。面对旷野，虽然因认为是死亡的，但是要互因看到快乐，互因伫咧怀疑、惊吓的中间，来信靠上主，上帝家己呼召因。面对旷野，咱知影这旷野拢是无生命的所在，但是若照希伯来文，这旷野的意思是听上帝的声。所以伫遮，上帝互因拄着旷野，是要互因知影爱听上帝的声，就亲像《申命记》第2章第7节所讲的，伫这40年中间，耶和华你的上帝甲你三角同在，互你一无所缺。所以咱伫遮咱看到的是，面对旷野是要帮助人看到认捌上帝，知影上帝的同在，因为上帝的同在，就若玛纳一样。互因带来医治，互因带来新的生命。而上帝这个新的生命，就是用这个新的生命咧引带因咧掌管伊，毋是人会使掌管的。这个旷野看起来是无生命的所在，但是上帝会亲自来供应。这个旷野看起来是死亡的所在，但是因伫遮得到生命，所以面对旷野，可能看起来是真艰苦。咱今仔日咱三角来思考，咱是毋是伫咱的生活中，咱嘛有面对旷野，面对真侪困难。一个信仰团体嘛会面对侪困难，所以亲像这段经文所讲的，有两种无共款的声音。咱面对安尼的旷野，面对安尼的困难。咱要安怎知影啥物才是上帝的声音？今年是宗教改革600周年，咱三角用宗教改革的心来思考，就是大个世界，大个世代，拢会面对这种挑战，面对这种困难，是大还是小安尼尔。每一个时代嘛常常学解误解耶稣的教导，但是这个宗教改革上重要的精神就是
不断改革，也是持续改革中。伫咧1517年，马丁路德伊因为无满意当时迄个教宗的看法，迄个赎罪券的看法，伊认为这项圣经所写的无共款，所以提出伊的看法。依照因平常时迄个所在，若要公布事情，就搭伫公布来。那用咱即摆的话，伊可能就是脸书。啊，迄个时代拄仔是印刷术开始的时代，所以伊的搭伫咧公布栏的所在，就变成被印成报纸，到处发放。所以若用咱即摆的理解，就是若像你搭伫咧FB 安尼脸书。然后有人不断的转贴按赞，所以就造成这个宗教改革。但是伊一开始伊根本唔知伊会造成宗教改革。但是宗教改革嘛，唔是伊一个人所造成的，有真侪人，真侪人拢有即款的感觉，认为当时的教会和圣经所讲的其实有无写的共款，所以提出这个。无共款的声音，但是就算马丁路德是宗教改革，伊虽然有面对伊的困难，这张图是伫咧今年5月份的时阵，伫德国的教会日，咧庆祝200周年的宗教改革的一个艺术作品。啊，这个艺术作品，伊所要讲的就是伊的德文翻译就是。路德反犹太的提议，希特勒确实实行了。就是虽然德国、欧洲伊有经历宗教改革，但是伫咧20世纪，因犹原面对真侪基督徒支持希特勒、支持纳粹，因犹原面对这个挑战。伫遮这个图嘛是要讲的是，路德。马丁路德伫迄个时代，伊希望宗教改革会使较紧的改革，所以伊和当时的贵族三角徛做伙，有真侪有一寡贵族帮助伊宗教改革，但是伊忽略着农民的运动，所以伊共款是打压农民，因为伊希望即个改革会使去较紧，所以伊爱得到一寡贵族、一寡政府的。小政府要做，德国是一州一州安尼有一个市政府，伊希望得到遮贵族的支持，所以伊伫迄个时阵，伊犹原嘛有打压农民。所以今仔日咱看宗教改革的时阵，上重要的精神就是不断改革、不断更新。但是，就算伫安尼，美国是顶一个世纪，德国伫顶一个世纪，犹原嘛是发生。即种真恐怖的事件，就是有真侪基督徒支持纳粹。但是为虾米会安尼呢？因为这个困难点是，咱爱需要伫面对困难的时阵，面对抗压的时阵，咱爱伫这个时间点做判断。虾米才是上帝的声音？虾米毋是上帝的声音？咱爱伫这个时间点做判断。但是咱要后来才有法着看出，咱所做的判断是正确还是无正确。所以面对这个抗压，就是有这个困难。这个困难就是咱无法度真完全的清楚，咱所做的决定是对还毋对。咱所做的决定是毋是一个公义的判决？咱可能用咱即摆的思想来思考的时阵，咱会感觉真奇怪，为虾米伫当时德国会这么侪基督徒支持希特勒杀死这么多的犹太人？但是伫迄个时阵，其实是有淡薄困难。迄个困难是有一点是真危险的，是迄个平庸的邪恶。就是德国的一个学家伊提出，这个平庸的邪恶是一个上危险的。这个危险伫倒？咱每一个人拢做好咱家己份内的工作，咱无反省思考的能力，咱无思考，咱就安尼做，所以咱毋知咱是毋是做毋对，咱要重新
到伫上帝面前，搁思考，这才是上帝所喜爱的，这才是上帝的旨意。所以这个无反省，这个思考是上恐怖的，是上危险的。伫迄个时阵，真侪人就是做好家己的工作，无思考讲，这个状况敢是上帝所喜爱的。伫当时，真侪基督徒支持这个纳税，但是教会在1年多的时候，有三分之一的牧师开始组成公会，来开始有不同的声音，重新有无共款的声音，重新去思考教会的本质是啥？教会该爱支持这种政权、这种纳税。所以今仔日，伫每一个世代，当咱面对困苦的时阵，每一个世代拢咧思考，重新搁一摆思考，啥物是教会的本质？啥物是教会的任务？伫600年前，加尔文、马丁路德嘛是思考啥物是教会的本质。伫大世代，当咱面对困境的时阵，咱拢爱思考啥物是教会的本质。我咧想，若是加尔文，伊是一个宗教改革真重要的一个人。伊若活伫即个世界，即个当时咱即个世代，伊应该会讲，基督教失去家己，只在意自己的成圣，袂记了教会的本质。因为即个成圣观，其实是600年前加尔文所提出来的观念。但是今仔日咱应用即个成圣观，咱甲限制住即个成圣变做只是一种个人的成圣，毋是一种团体的成圣。所以团体的成圣，所以每一个世代，每一个咱若面对困难的时阵，这种团体爱重新去思考，啥物是教会的本质，啥物是教会的任务。咱袂使搁用咱家己过去的经验，像这段故事所描写的，因用伊过去一路呢，甲即马面对旷野，伊认为是死亡，用这过去甲现在的观念，因着看无着上帝的根，咱爱将咱的想象有愿望看见未来，咱的未来是伫咧倒，教会的本质伫咧倒。咱来想讲，今仔日咱甲即个困境来转靠来台湾，即马台湾的状况，台湾教会的状况是面对着啥物款的挑战？我认为是面对着滥用经文的挑战。咱面对着有一个人介意简单解说圣经，因为这是真正真简单会使理解。但是真实的问题是，经文的背景真复杂，咱无法着真简单就说明这段经文所要讲的意思。咱也无法着忽略耶稣的旨意，说讲咱是基督徒。因为当咱读经文的时阵，如果咱读出来的看法，毋是听上帝，也是听别人，安尼咱就爱讲，这是错误的观念。所以今仔日咱台湾的教会面对的是，有人想要用真简单的方法来解说经文，佮用经文来压迫别人。但是咱永远爱了解，当咱读圣经的时阵，咱爱知影耶稣是上帝完美的启示。安尼伫咱的时代，咱要安怎样读圣经？这本册，我要安怎样读圣经？伫咱的时代，是哈佛神学院的教授考克斯伊所写的。过去这种册拢是英文，但是这2档有翻译做中文。这本册是今年所新册，伊所讲的是即个世代，咱读圣经，咱有用即个进入3个方法的进入来理解即个圣经，就是咱先将圣经看作是即个英雄事迹，也就是讲咱用文学的角度来看即个圣经，煞要咱思考即段圣经
是要对当时的人讲啥物话？用历史的角度来思考，这段圣经为虾米安尼写？这段圣经写的时阵是要对因当时的人听到这段圣经的人要讲啥物话？然后咱才有法度知影，用人性的方法，才有法度知影这段圣经伫咱即马咱所读咱的时代，要安怎启发我们，要安怎帮助咱实践咱的信仰。就是咱读圣经爱经过这三个路径，咱才有法度对文学的角度，佮提到历史的角度，佮卖用一个人性的角度，安尼咱才有法度真正圣经对咱来讲话，对咱来启示，有新的启示了后，咱才有气力行出圣经的真理。所以伫遮，咱爱用另外一种无共，咱袂使阁用一种简单的来理解即个圣经，咱用一种无共款的角度，即个进入，慢慢去了解圣经，就是提出为虾米即段圣经会安尼写，即段圣经对当时的人要讲啥物话，那安尼咱有法度搁较清楚的了解。所以今仔日台湾教会所面对的问题，咱要安怎搁继续行落去？伫即个600周年，咱重新来思考，即个改革中上重要的精神是不断改革、不断更新。咱搁来思考，教会是毋是对黑暗无知？就是讲，我们对黑暗的无知，导致我们很容易做出不好的判断。我们要迈向一个灵性的教会，也就是讲，迄个灵性没有低估黑暗的破坏性，也没有高估它的能力，反而因对他者的关怀迎向黑暗，并身体冲击黑暗。黑暗可能没有因灵性而驱逐，但同样的，黑暗不能消灭灵性，因为这是上主在我们社会燃起的光。也就是讲，咱今仔日台湾社会所面对的是一个情绪的社会，这样影响到我们成为一个情绪的教会。但是我们必须走向一个灵性的教会，这样我们才有可能走向一个灵性的社会。我们今仔日咱搁一届来思考，伫每一个世代，当咱面对抗压、面对困难的时阵，咱都要重新思考，什么是教会的本质，什么是教会的任务。我希望大家嘛做伙来思考。有一句话真有名，停在船口的船是最安全的，但是那不是造船的目的。也就是讲，教会是避风港，但是这毋是唯一的目的。咱必须要重新出发，就是像这条船共款，船停伫咧港口是安全的，但是这毋是坐船的目的。所以今仔日，咱爱用这个宗教改革，搁来思考，这上重要的精神就是不断改革、不断更新。咱知影，咱真做基督徒，就是伫这个世界做见证，上帝国来真做这个毋茫的记号，就是每一个世代，伊拢会重新来反省，什么是教会的本质。今仔日咱所用的歌，就是加里文的歌，甲马丁路德伫咧16世纪所写的歌。今仔日咱所读的启应文、启示录、启示录，伫当时600年前，加里文甲马丁路德因为因看无启示录，所以因就认为这是较无重要的。但是今仔日600年了后，咱重新来看启示录，伊中间有一句话，头拄咧启的时阵，咱有读到万年拢活新，就是这个新天新地，就是伫现在，因为这就是上帝国。上帝国不断通过耶稣帮助咱，互咱活新，互咱的心活新。
伫每一个世代伫艰苦的时阵，每一个信仰团体拢会搁一摆来思考，什么是教会的本质。台湾基督长老教会嘛是安尼共款。伫30几年前，咱面对困难的时阵，长老教会嘛提出信仰告白，其中有一个部分就有写着，咱信教会是上帝的百姓，受呼召来宣扬耶稣基督的救恩，做和解的使者，是普世的，佮认同所有的子民，通过痛甲受苦来食做毋忘的记号。所以，伫每一个世代，咱该思考教会本质是啥物。今仔日嘛是相连团契的主理，咱嘛来思考，咱的教会面对是老世代，也就是讲老人家照顾老人家。咱的社会嘛面对这个状况，咱要安怎来照顾咱的相连团契？这个图是我伫顶个月带因画图祈祷的时阵所翕的相片。迄一届的时阵，我看到因逐个人真欢喜的笑，其实我心内足欢喜的，因为即个足新一个团契的生活，我和因三个弟弟足新一个团契的生活。咱来思考，咱要安怎有互即个团契生活有上帝国就建立伫咱的中间。所以，当我咧带因分享的时阵，我想着我以前伫咧中山大学读册的时阵，我伫高山教会聚会，有一个阿嬷对我足好的。伊伫我出车祸的时阵，有3个月无法度行，较无方便的时阵，伊送饭来互我食。伊对我足好诶，常常有啥物好食诶，就甲打电话互我。阿君啊，来食鸡肉，阿君啊，来食寿司。所以这阿嬷对我足好诶。当我较好诶时阵，我有法度载伊去双联大学。我有闲诶时阵，我就会载伊去盐埕教会上双联大学诶课。每一届伊拢真欢喜，甲我分享讲，哦，今仔日阁有你迄个中山大学教授来甲阮分享。有今仔日阮阁做啥，伊拢足欢喜的。所以我嘛毋忘咱的教会的相连，嘛会使真快乐的来到咱的教会，定来到咱的教会，就亲像以前我载阿嬷去上课的时阵，伊拢是真欢喜的去，真欢喜的回来。所以咱嘛咱的教会，搁再一届来思考，啥物是教会的本质，啥物是教会的任务。咱要安怎互上帝国实现伫咱的中间？就是现在，毋是未来，就是实现伫咱的中间，伫咱的教会最紧近，伫咱的社会嘛最紧近。咱来保持有一种愿望，这种愿望会帮助咱相信我靠上帝的同在，就像这段经文所讲的，加勒伊有愿望。伊相信，虽然面对抗压，上帝嘛会带伊到应允的所在。上重要的是，伊有另外一个新地，就是迄个新的人，有一个新的地。虽然年纪真中大，但是咱的心不断更新，就亲像圣经所描写迄个另外一个心智。迄个新的人会帮助咱有愿望、有勇敢，搁看到未来，勇敢来听上帝的话，帮助咱来带领到迄个应允的所在。虽然咱伫咧抗压中间，今年是宗教改革500周年。伫顶个月有一个德国最有名的神学家来到台湾，伊的年纪是92岁。当我看到伊的，当我知影伊已经92岁，搁来到台湾的时阵，心是非常的钦佩。伊这个莫特曼，伊是提出盼望神学上重要的一个神学家。伊就是伫迄个希特勒的时代，
大家人拢认为这个困境，上帝哪死去啊？上帝无甲因同在，但是提出毋茫心下，上帝佮甲因同在。虽然伫旷野，咱感觉真艰苦，但是上帝佮咱同在，咱毋茫。所以咱毋茫，就会像即种这新乐家，伊直直保持即种毋茫。就算伊92岁，伊有缘来到台湾，伊是第3届来到台湾，我想应该是最后一届啊。所以我有去参加伊2场的演讲。伊伫咧伊的分享过程中，伊保持一种毋茫。虽然因面对真济艰苦，我印象中，伊互人问到一个问题是：今仔日德国面对纳粹变成第3势力，你有什么看法？因仍然回应，就是保持毋茫。虽然伫咧困苦中间，咱相信上帝甲咱相甲伫地。咱是我靠上帝，毋是我靠家己的意思。咱将咱的毋茫未来交托互上帝。咱即种毋茫会帮助咱伫即马咱生活的中间建立上帝国。所以今仔日咱着搁一摆思考，咱要安怎伫教会、社会建立上帝国？求上帝帮助咱有一个新的灵，就亲像加勒共款，有另外一个心智，全心完全分对上帝，我靠上帝，甲上帝相甲伫地，咱相甲来祈祷。请较公义的上帝，感谢你，无论阮拄着啥物状况，你拢甲阮伫地。求你打开阮的心，常常反省阮的处境，调整方向，互阮通过思考你的话，来行伫你的旨意。主啊，求你用你的仁爱甲恩典来看顾阮，来掌管阮的教会甲社会，帮助阮看出怎样行伫你的道路。主啊，阮知你是阮上大的倚靠，求主怜悯阮，奉主耶稣的名求。阿门。刷接咱来吟回应的诗第603首，上帝做咱安全的要塞。会上请起立。
请坐。伊是来奉献，请林武雄、潘瑞平、洪秀燕、陈瑞香三个来示言。会将车起立。会中车坐。这是我来报告。伫报告的内声，咱做伙来读今仔日的经句，我读一遍，了煞就做伙传递。因为耶和华你的上帝，伫你的手所做一切工祝福你。你行这个大的旷野，伊拢知。这40年，耶和华你的上帝甲你伫咧，你拢无欠缺一项。申命记2章7节，请。因为耶和华你的上帝，以你的手所做一切工祝福你。你行这大的旷野，你拢知。这40年，耶和华你的上帝甲你伫咧，你拢无欠缺一项。申命记2章7节，因为耶和华你的上帝，以你的手所做一切工祝福你。你行你拢知，这40年，耶和华你的上帝甲你伫咧，你拢无欠缺一项。申命记2章7节，咱做伙来看就会图例。
顶州、甲本州、甲下州的侍奉人员，咱家己来看。第二顶州间的团体聚会，是教育部的课程，咱详细家己来看。第三教会小组的聚会有8区，咱照所分别的区来遐聚会。看时间照个时间。第四小组代祷，咱有这教会，这有需要代祷来做来代祷。继续，咱来看第7这个奉献明细老错误的，请来甲中级来结合。第8章第8消息报告，这个本主任。相连团契主任，请兄姐有这时间关心代祷，伫这个大仙我伫这做一个相连团契的简单的报告。今仔相连团契主任现时也是中央座伫这会来这庆祝。咱在座这相连今仔差不多有20不到30个总是普通是聚会差不多有40个左右啦这在座差不多大部分拢是咱遮的爸爸妈妈，甚至阿公阿嬷啦拢坐伫遮。但是因有缘真有气力咧练歌，是咧参加聚会。亲像阮这个目标来讲，活出5万，活出健康，活出基督。所以阮这相连真有活咱感谢咱这教会兄弟长期拢甲阮这相连奉献啦是替阮代祷啦，阮拢无欠亏。不但是伫家庭的友好，伫咱教会对相连嘛真侪支持下面阮将即个活动的情形，近年来活动的情形，而且用即个底片来互咱做观看，多谢。心情灿烂的笑容，平安的祝福。
这就是咱这个今年来吼，咱这个团契生活吼，不管是出外，还是讲伫教会中间，还是参加中会，吼种种，互阮这相连团契生活较多彩多姿吼，较多样化，真正活出有愿望，嘛帮咱家己会当这相连到，阮这平均拢差不多70、80岁啦吼。78岁至80岁中间，我甲统计啦吼，上济岁，佫有咧来聚会，到87岁，即个陈妈妈吼，陈祖孙妈87岁吼，阮遮遮相连吼，拢有当时耳孔无听着，目睭较无好，行路较慢，会行拐啊，会创啥，总是阮有那欢喜，虽然无听着，但是讲嘛拢来咧参加聚会，即个精神吼，就是讲咱。我鼓励咱遮相连，咱做少年的看，咱家己就是典范。咱若家己活出有话，咱少年就对，吼。所以，阮逐摆咧参加，拢真侪人，吼，嘛拢真快乐。亲像团队所讲的，真正有团结的生活，真正足古水搁可爱安尼，吼，真是笑容，吼，这就是相连，吼的生活。好，咱继续来看第2项，要举行这个中央敬老节，我因为这有分这3段啦吼。第一段这就是讲90到99岁啦吼，若行路无方便，互咱跩在座徛起就好啦吼。90岁还是到99岁遮吼，啊是讲80到89岁无方便的，咱跩在座徛起，互咱这个关怀部长看有安就会使吼。我再来读名单吼，这个。80岁到89的，即个尽量徛即边啦吼，徛我的倒手面，就是恁的正手面吼，较一面。即个70到79，甲徛即边，我的正手面吼。这安尼，互咱小可知影。我哪会讲徛做无共面？意思是啥？你知无？有迄个差别伫的啦吼。这个感恩的迄个敬吼有差别啦吼。这要互咱做一个知影。我谈名吼。99岁吼，这个敬请省略啦吼，平食网约、刘在钦、简仲佑、陈安、陈阿全，吼，陈阿全吼，若无听到，咱这自世家计徛起啦吼，徛起就好吼。89岁吼，湖畔金雪、陈高桃、宋陈秀芳。陈桂金英、李可丽、陈友兰、何友生、李元、甘菊桂花、陈华山、杨竹华、萧雕选、陈福转、潘瑞平、谢正、陈庭碧莲、刘世平、陈林国斌、陈奇妙、陈照明、黄李金銮、蔡素莲、李金美、陈美桃。陈桂阿香、李梦秀、林雪香、江国云、桂美兰，这个80咱徛这边面吼，来80、89的遮吼，徛这边遮安尼吼，来70、79岁，王万姑、杨玲雄、叶淑英、柯阿美、陈玉珠、林炳宏、陈淑珍。张清生、吴秀娥、叶选梅、刘玉水、陈国明、嘉宾、林宗茂、黄吴美惠、林素惠、
林丹淑珍、徐雪英、曾慧珍、丹林素珠、李曼英、涂秀莲、曾淑丽、莫家雪、苏凤美、陈文莹、黄娇勇、杨富国、陈玉梅、林武勇、陈春、罗黄爱美、大信平、柯中勇、陈秋花、蔡金玉、曾明美、杨美惠、苏幼妮、杨彩虹、李淑蕊、傅黄石、李庆章、张玲良、黄秀燕、陈玉芳、陈基正、周时友、窦时英、李玉群、窦月麦。若无伫我读到，也是名单无超过70岁的，你有咱当做70岁啦吼，有咱出来是这边吼。若无读到名，但是你超过足70岁以上的，伫我正手边吼。若80岁伫这边吼，80岁以上的伫这边面。来，慢慢仔行出来吼，行到靠中间一点，无得人真多啦，教会真正上帝恩典祝福互咱遮乡邻安尼。你好。Nice cooking. 80岁来。那一位好，妈妈几岁？80。啊？我超喜欢。现在几点？看一下。帮我看一下。这个单拿船，拿船，这个90岁，单拿船90岁，以上无共。这5分钟就可以吃饭。今天可能会比较晚。今天可能会比较晚。为什么？可能要等这边结束。请牧师甲咱祈祷吼。咱做来做一个祝福的祈祷。天父上帝，阮感谢你，今仔日你予阮通过礼拜，真正免来有一个敬老的一个活动。主上帝，感谢你，予阮教会遮的时代，遮的长辈，因活法的这个模范。成做阮真好学习的一个方式，恳求主上帝继续赐福互因留空间，我有稳定甲平安。也愿主互因每一个人成做因家庭、家族的祝福。也愿主虽然因头壳顶的白头毛真济，总是阮知，这是阮人的冠冕甲智慧的代表。感谢主上帝。阮教会有遮尔好信仰，而遮的长辈，真做阮会当学习的一个传承。也愿主继续引传遮的时代，遮的长辈，继续一教会活动，继续互阮的教会充满活力。祝愿安尼恩理祈祷，
感谢是互课最后所记录的名，好的。咱用鼓声继续来讲的。来，请回座哈，慢慢来哈。啊，轮椅的先带先好啦哈，来，慢慢行哈。阮只70岁安尼行，带到占比较开盘吼。还有11:30，对吧？嗯。你要先上去。你要先上去。对。来，我继续来报告吼。第三，下晡1:7:5会议室，教育部要主办信用的造就讲座，邀请阮介民牧师要来主讲，请兄弟来踊跃参加共同造就吼。啊，咱到调好势吼，啊点莫讲话吼，吼是啊欢喜放伫心肝内啦，免讲出来无要紧，吼，啊请安静吼，来，咱这商人嘛小安静一下吼，欢喜啦欢喜嘿，来，中昼12:27会是要召开行政部的会议，请部员出席参会，主任。中昼12:27:1的会议是召开关怀部的会议，请部员出席参会。中昼12:30本会2021教程，也是商联的团体的教程，要召开团队部会加圣诞节预备联谊会、演习会，请下面同工准时来参会。陈牧师赖团队部的部员加主任商联夫妇妇女。社青、学青、少年、敬拜儿乐团、花艺班等首长还是代表，加明年的新任部员陈建州、刘泰山、陈博源列席来参会。教会消息，圣诞歌对今仔开始要来预告吼，有声马登记到11月初5，礼拜是中昼12点截止。口味有3种吼，梅子绿豆加盐雪。单价是1份15块，交较早同计绍啦吼。这购买到6楼向陈瑞玲的干事来登记，甚至于来缴费吼，缴钱。第二，圣经会课希伯来书第10到13章，11月初8暗时7点半有这个总复习。11月12第2场礼拜要举行会课。第三。汤教会咱商联团体要互外灵小，是11月初8拜3，早起8点要教会集合，要去到树林官邸吼，阳明山，一人100块，人数40人吼，额满为止吼。教界消息，新竹中会商联部中央感恩礼拜，时间是10月2日，但是后尾拜4哦，早起是8点，伫咱教会集合。穿教会130周年纪念衫，吼，天气若冷，佮套一领外套，因为咱出门咱教会要参加倒一台游览车吼，38个，吼，嘛是要佮起唱歌啦，吼，表示咱教会活力，爱带健保卡甲身份证，吼，因为咱有要参观一个，吼，一个风景区遐入去，爱看身份证，到15岁以上免钱，吼，谢如松迄个。艺术园区吼，所以咱知影者。第二，主任2老师任命培养的生化员，生命之娘甲大水的专员吼，11月初10，伫高雄中华电信训练所吼，一人15块，详细看公布栏吼。以上咱请牧师。各位家己姊妹，大家平安。头哥咧敬祝咱的敬老的时阵，我看下骹
加剩一半的人12点。我想到过几冬可能全教会拢要行来头前啊吼。来一只牧师要做补充的介绍甲报告，大声牧师要来一只介绍，第一届来到咱中间，甲咱做伙做礼拜的兄弟姊妹，只有一位姊妹邓阿玲、陈雅玲、邓阿玲，好，咱请伊起立，好啊。希望咱等下招待会当招咱的新朋友去到6楼来需要爱餐，一只牧师嘛来一只呼吁，咱下晡1点的这个信仰讲座信仰造就的讲座，希望咱会当挂工来参加受造就。再来就是下晡牧师甲大团队会代表咱和教会去到东势教会参加詹昌发牧师就任的感恩礼拜，总是路途有较远，可能阮12点半就来出发。迄时阵咱的讲师可能就塞车来，所以一只拄好有一个调配即个时间。以上一只做简单的补充报告。咱即时来上映第398首，愿咱救主耶稣基督。会将车起立。上帝祝福，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天父上帝疼痛，以及圣神的相通引带，到阮三角之地，对此时直到永世代无尽。阿门。会上车坐，祝歌请上面团客。电乐必倒。
这时请起立，咱来举行平安礼，请向咱的头前后壁来请咱讲平安。煞了，咱到六楼来享受爱餐。